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当欢喜来了，福喜来好好运动的单元，我是毛毛老师，今日来教大家跳街舞。好，你大家先从基本的暖身开始，头拿向右偏杀3秒鐘，側蹬，好，再往左偏殺3秒鐘，其他都不卡做的時間，一定要算3秒鐘，好，各位鼠標蛋糕。 右偏向左偏側3秒鐘，左偏向右偏側3秒鐘。好，向下來，豎掌向頭前側蹬，向頭前側。看前面的時間，向後向後背側蹬。好，各位鼠標後背向頭前，反倒轉來，向後向頭前送出去。好。 大家動作我們就做3秒鐘，身體這樣我們會舒爽哈。各位轉到正面，鼠向右偏殺側蹬3秒鐘，向左偏殺側蹬3秒鐘。好，向後向頭前送出去，向後背送轉來，前面後背做差不多300，5、6、7、8，右偏左偏，3、4、5、6、7，同樣300。頭前右偏後背左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各位底拳。好，底拳你都要做300到400，各位停到頭前向左偏跌轉來。 同樣300到400，身體向頭前，不用輕鬆，手盡量不要下腳，盡量去命體內方。如有的人身體肩頭較硬的，下唔去不用鬆，下唔去唔怕，你就盡量向下腳扎，冇硬去扎佢，身體會舒爽吼。 不用輕鬆，不用下腳，做得命到體內就盡量去命體內。好，各位，頭拿向蛋糕來轉來，身體慢慢的鼓下來，手扎到牙腳趾頭那片，右偏上肩頭扎下來。大家動作盡量都3秒鐘，彎偏上。 好，3秒鐘，腳下來，豎起命腳帶，各位都頭前，後腳打側3秒鐘，彎偏殺，豎起命腳帶，各位都頭前，後腳打側，好，旋轉來，慢慢的扶到中間，向右偏殺，伸拳，左偏殺，伸拳，好。 我做到我們舒爽運動的時間會舒爽，舒緩啲拳，腳抹黑，放鬆。做運動以前一定要先這樣做，之後做大家動作，你就做3秒鐘以後，你就會看身體開始流汗那個，還有就可以開始跳舞了。因為讓你搞的動作係腳，聽我用牙腳去做動作的變化，好，第一個動作，腳趾頭翹起來，向下腳，踏右腳或者左腳，好，同樣的動作，像你的行軍樣的行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躺定應該會節奏，右腳腳趾頭，好，唱到副腿。 地不用誒，你喺腳趾頭一定要撇起來，抬腿那邊要打側要撇下來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撇起來，踏下去，好，各位要向右偏殺，撇起來時間，中間向右隻東西我踏過去，數過了，踏過去，數過了。 好，中間按一線將行路樣的右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5、6、7、
慢慢的做一摆，脚一定要脚七头，重点係腳七頭一定要放起來。看側面，你腳七頭一定要卡到中間來，海腿那邊要打平，好，然後像行路一樣的，不用強鬆去做，右腳先開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各位卡起來，向右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做的時間，你腳做唔對，就是做樣一啲啲的，卡弧度上一啲啲的，跳街舞的時間啊，你去學舞民跳舞，舞民跳舞的時間，身體的動作是動誇張，像那樣。有講跳舞的時間像後的樣誒，好，所以你腳一定要卡較高調的，身體要扎下來。因為你哋聽到嗰樣街舞的音樂的時間，佢嘅音樂的節奏較重，所以你身體要做的時間要去扎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你喺第一隻動作，向兩片上，向行路樣嘅，腳趾頭要卡起來。維持動作，右腳先踏，各位向右片，向左片。第一隻動作，第二隻動作，你有到滑步，右腳先向右片上，踏出去拱前步，來過來，你的身體像那樣向右片上轉，拳頭不要中間，右腳踏出去。來過來，拱前步，來轉來，各位張，向左片上，做的時間，面對看這邊，像看左片上，看右片上，看過去，來轉來，好，先向右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腳趾頭方向要清楚，踏出去的時間，腳趾頭各位。腳趾頭那邊，而向右片上而平，踏出去右片的時間，方向腳趾頭，各位腳趾頭的方向呢全部向右片上，好，各位，數着那邊嘛向右片上，面面看的嘛向右片上，來過來，數轉了，向左片的時間嘛同樣，那條線全部就。腳趾頭、腳趾頭、數全部往兩面就看左片上來轉了。好，你試一擺，右片1、2，左片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躺贏哦。右腳4、5、6、7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滑步，拉過去，所以身體的做的時間，將它都差不多樣。身體做的時間，它出去以後，左腳後背兩隻腳旋轉來過去，來轉來的感覺。好，將旋轉來的動作，向右片上。旋轉來，向左片上，來做腳的時間，看動作就來。好，基本動作以前再給我講一擺，看慢點位，腳趾頭放起來，向下腳，踏下去，右腳先開始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躺音樂的時間不用輕鬆，躺5、6、7、8，右腳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腳同樣右腳開始，向右片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因為這兩隻動作係同樣的，都第一隻眼體的動作開始延伸出去，好，所以都右腳出去。
身体都维持到同样的结束，嗰个身体的感觉同样，吼。右脚开始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各位都新的动作，右脚踏出去，脚趾头、脚趾头数面看右片上，来转来的时间，你左脚那片来转来，左片上来转来，再过一半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你都头前先原地踏步，好，像原地踏步右脚，4、5、6、7，踏右片，左片，5、6、7，踏步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你还踢去原本的基本动作，右脚原地踏步，1、2、3、4，右片上，好。各位，我们含义的做偏发，向右片上踏，1、2、3、4，右片，左片，右片，左片。他右脚出去的时间，身体向右片上转，1，扳上转，2、3、4。他左脚的时间向左片上转，扳上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各位再过11摆。他右脚，5、6、7、8，右片1、2、3、4，左片5、6、7、8。看人脚步，右脚出去，身体一扳，左脚出去，向后背，右脚转来，右脚左脚数，哦，左脚出去，身体转一扳，向后背。你只动作对大家来讲，较难的地方是脚步，用去踏脚步，看一摆，右脚、左脚都头前转过来，全部都头前那样转，向右片上转，都头前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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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都电视机前面看的发，做对。挨到头摆都看电视好跳舞的时间，还会看电视，按用看电视，听去做，吼，因为电视拢唔做通做诶电倒头的，所以唔有时间冇拿姜的用看电视，看到的动作上会让人强用，都看嘛做按用，无强用的方法我们就用手机翕下来，看起来的动作嘛会颠倒。哎呀，较好练习。好，安尼都教给他片，从头开始讲。原地踏步，右脚开始，6、7、8，向右片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转右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左片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其实基本就是脚步，各位身体直前，向右片上直前，各位后背。踏步的动作，1、2、3、4，还记得冇？拱天步，脚趾头向右片上，数向过来，4、5、6、7、8，来过去，来转了，来过去。同样的动作，按过去做的时间做，来回来。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好，先做一摆，右片上停，左片上停，各位来回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都前头做一摆，到后背，原地踏步，右脚，脚趾头一定要踏卡起来，卡到高头的，6、7、8，右片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转右片，2、3，转左片，5、6、7、
7、8，法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右片、左片、右片来，左片、右片来。前后100，右片、右脚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转拳，7、6、7，法步1、2、3，来。好，今日教的动作，原地踏步2片上，各位转拳向右片上转，向左片转，法步右片、左片，右。左右来转了，左右左来转了。今日教的动作有痛难哦，拄卡慢慢的去练习，慢慢的试。呀，天使节目唔做6下了，慢慢的宽。哦，但过一天去7下一天去弹音乐，拄卡有时间尽量练习。呀，总算跳街舞的基本动作，所以唔会讲当难都难去。唔管迄后上音乐录音家都有卡全部做练。今日当欢喜都来教大家跳舞，我是毛毛老师。